最低工資實施後，基層市民嘅入息水平上調，政府建議調高現行公屋租金檢討機制下嘅備用金水平。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及多名區議員於3月15日到房委會總部遞交請願信，要求政府增建公屋、制定長遠房屋規劃，以及復建適量嘅居屋，為市民重新建立置業嘅階梯。我哋要求要求政府繼續興建公屋、復建居屋。我相信大家都完全睇到香港而家現時個居住問題係普羅市民都關心嘅，亦都係我哋基層嘅市民完全嘅擔憂，特別係年青人。我哋要求好簡單，第一要求係增建居屋，增建居屋。第二亦都係要加強我哋嗰個公屋嘅興建量。最近我哋喺地區裏面係經常都聽到唔同階層嘅朋友同我哋講，住屋嘅問題係非常之困擾。中上層嘅朋友佢哋抱怨樓價太貴，中產嘅朋友佢哋抱怨係租唔起樓。年青人同我哋講，佢哋係冇一個安居嘅地方。基層嘅市民同我哋講，佢哋等上公屋等到頸都長啦。所以政府房委會係有必要聽到市民嘅聲音。公屋我哋要長遠嚟講都要撥地啦，多啲嘅公屋啦。咁第二就係居屋嗰度都重要啦嚇。咁所以今日我都盡量代表大家就喺房委會裏邊都齊齊提翻大家嘅訴求㗎。